学问就是能力，能力就是事业，事业就是生命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其实即阵阿母上解烦恼的吼，就是建昌伊知影阿妹仔住伫咱兜。你想，后摆建昌是毋是会3晚2月我要来看阿妹仔？哎呀，母啊，袂啦，但建中大人大种啊，伊敢遐袂晓想？怎么伊参淑珍大家好好，真无简单，家庭才团圆才温暖尔，伊怎么为着一个查某囡啊家庭搁来甲母派？对，袂啦，莫有白想啦，吼，莫烦恼啦。希望是会当照你所讲的安尼啦。好啦，母啊，等你安尼气落规暗啊，暗顿也无食，我来煮面互你食啦，吼。免啦，我要休困啦，我袂枵，要食你家己去食。好啦，无你困啦，吼。我才唔相信伊讲的话，根本就是在甲我骗。怎么伊会建昌伊就袂？袂才奇怪。囡仔就是囡仔，啊买2领衫互穿，讲说穿咧困啦。安尼若遐成文英，事当时。我甲建昌为着要烧钱文英，2个兄弟仔出来拍歹感情。伊咧甲文英过身了后，阮2个兄弟仔才和好，想袂到。命运哪会晓创治人？阿兄，美观结下你的批，甲我结下你大厦厝的迄幅图，拢因为恁美国邮局迄边的锁信，所来拍无去。所以我甲订写这张批下你。
你一定唔知影，阿爸甲美娟已经搬来大厦厝有一段时间啦。伫咧遮吼，阿爸甲阿母的感情已经愈来愈好啊。美娟甲我的关系嘛愈来愈进步安尼。美娟伊阁讲，我伫咧你甲美娟面头前所形容的，完全拢同款。阿爷，真多谢你哦，多谢你讲遮济我的好话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找到美娟的。我、美娟、阿爸、阿母，还阁有我甲美娟的囡仔，安尼的大厦厝，一直是我所愿望的，嘛应该是你所愿望的，对无？志玲。真正我写予你的批，可能是美国邮局的疏失，煞来放进去啊。其中还阁有一把大厦厝的图寄予你呢，伊画足久啊，结果嘛是无去啊。不要紧啊，我会继续写批予你。我嘛鼓励志中爱重新画一把图寄予你。我相信阮袂遐尔啊歹运啦，这摆你一定会收到。还阁有。我甲阿爸已经搬转来大厦厝啊，阿爸甲阿姨两个人感情嘛愈来愈好。对啦，我偷偷甲你讲一件秘密，因毋过真若是写批电话时阵，千万袂去提起哦。我甲阿爸伫阿伯因兜拄着一个查某囡仔，伊甲文英阿姨生水足共款的。为阿爸看伊的眼神，我就知影伊又阁想起文英阿姨。文英阿姨在阿爸心目中的地位，永远无人会当代替。阿爸又搁特别甲我交代，伊讲这件代志千万免去甲阿姨讲。志玲，我开始烦恼，我唔知影我替阿爸隐瞒这件代志到底是对也是唔对的。你感觉的？下回甲我讲好无？建昌啊，较等下吼，咱咧过下落吼，我来买一罐盘手啦。啊，我嘛足久无紧看伊啊诶，啊无早一寡物件吼会歹势。小姐，啊你敢真正要去？啊有美娟陪我去就好啊，啊你当厝休困啦。哎呀，建昌啊，啊你好亲像足无希望我去哦。咱毋是讲好啊，我伫遐吼会掂掂啦，袂去吵恁啦，袂搅了恁啦，吼。阿姨，阿爸毋是这个意思啦，阿爸意思是……哎呀，美娟啊，我知啦，我拢知影啦。建昌，我袂忝啦，啊，搁再讲吼，咱嘛足久无出去行行的啊，啊，咱会当吼招阿姨啊，啊，搁有阿福啊去食饭啊，哈。啊，因两个人吼，啊，伫厝内底嘛无啥物代志啊，啊，斗阵食饭吼嘛较有伴啦，吼。好啦，行啦，行啦，吼。哎，我来食。喂，啊，你要找阮阿母哦？你稍等下吼。阿母，电话啦。喂，哈。敢一定爱即马？啊，我都有淡薄仔代志啊。哈，安尼哦，无好啦，啊，我随来啦吼。阿姨，什么代志先？就隔壁迄王来基啊啦，啊，伊就讲吼，伊的亲戚来因兜啊。啊，我顶摆吼，就是食伊开的药啊，头毋则袂遐尼戆。啊，伊嘛是好心啊，叫我搁互伊看一下啦。啊，无伊的亲戚吼，就要转去啊。哦，其实应该啊，啊你老镜头啊吼，啊赶紧看好啦，啊无吼你不时咧头壳惊甲伊讲，我袂放心的啦。啊，咱毋是约好啊，要去阿福因兜。啊阿姨因兜，咱不管时嘛会当去啊。啊，无恁连工吼，啊，你选择大家有闲的时阵吼，啊，大家做伙去啊，好无？啊，记住，啊，小等下吼，陪恁阿母去看医生，好。
阿母，无好啦，这种陪我去吼，美娟啊，你甲爸吼，你要好好照顾哦。顺便吼，甲恁阿伯啊，佮姨妈讲吼，我连工吼会专工去遐拜访啦，吼。阿爸，美娟，无我带阿母来去啊吼。阿母，我来吼。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阿妈熬早。熬早，你头头要拍尻川，这要中昼啊，还搁咧熬早。哦。早顿拢在桌顶还袂收啦，若不到枵要食去食。啊，若袂枵吼，中昼做一摆食会用的啦，吼。我来买菜哈。阿妈。啥物代志？阿爸咧？哦，伊透早就出去啊啦。讲啥物要去处理一寡生理的代志啦。对啦，啊，你有想要食啥的无？你若爸中昼无伫厝的，干那咱两个尔。你若想要食啥吼，阿嬷甲你炸转来。我想要食冷糕。冷糕？遐贵呢，一粒100块咧呢。阿妈。好啦好啦，既然甲你爱食吼，阿嬷买互你食啦，吼。多谢阿妈。厝苦伊好哈。我来阿妈买菜。姐姐。我早顿是要食袂食，食落若食伤饱，冷糕就食袂落啊。毋过若无食腹肚枵，甲一直叫，我食一点点啊。这里哦，这样好，好，我来听茶互你啉，好。乖。阿姊，你也买茶？坐啦。坐哦，我来听茶，好。阿伯啉茶，阿姊啉茶。对啦，恁阿爸甲阿嬷呢？阿爸出去讲生理啊，阿妈出去买菜，厝的也剩我一个。阿妹啊，你是毋是会当陪我出去行行嘞？阿伯，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，厝的剩我一个啊，我陪你出去，啥物过厝？乖，安尼啦，你怎要遮？阿妹啊陪阿爸出来行行咧，阮随转来好无？阿爸，乖乖，阮连暝就转来啊啦，吼。好啦。阿妹啊，行，咱出来行行行。阿伯啊，你真是要出去哦？毋过我早顿还袂食，腹肚枵干呢。你还袂食？我都要。我带我到我这里。哦，行。你要请我？好，行，行，出来去。乖乖，阮出来哈。阿姊，阮出来哦，阿厝互你顾吼。阿伯说你哦，爸爸真正把阿妹仔当作是婚姻阿姨。我放妹仔咱单独出去，刚好。阿伯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无？会知影？有啥物问题？你叫你问。啊，你是安怎会中风啊？啊，
像你来行咯。拜者拜者，握手，撮者撮者，啊你会忝袂？袂忝啦。我老爸有甲我讲，佮叫我叫你阿舅，免叫你阿伯，我甲他怪。你知是为啥物无？因为哦，你看起来比我阿爸较操劳。哎哟，你莫艰苦啦！你即毛只是头毛较白啊，我想你少年时阵一定足缘投，对无？一定有真侪查某人介意你吼。我在想哦，恁两兄弟啊，若行做伙，查某仔拣的一定是你，无怪阮阿爸，佮叫我袂娶某，对无？你哪安尼一直甲我？无啦，拄则你食有饱无？食两碗佮食无饱。若有食饱吼就好啦。你是毋是会当佮陪我来去头前行行咧？好啊，行。阿母，志中哦，阿母，我敢会当找你开讲？好啊，来坐啦。讲啊，你是想要讲啥哈？阿母，你甲阿爸最近的感情足好的吼。志中啊，你敢是要讲这？我看你最近的心情哦，比阿母搁较好啦。阿母，你阮自开始的时阵吼，拢做讨厌我的，到即马已经甲我讲伊的心内话，我当然是足欢喜的啊。志中啊，你甲美娟的感情吼愈来愈好吼，阿母嘛真替你欢喜啊。阿母，假使吼，我若想要娶美娟，你敢会答应？你哪会问我啦？我毋是美娟啊，我哪会知影啦？这爱看恁哦，有迄个缘分啊无？阿母，做阿某到底是啥物款的感觉？志中啊，阿某吼，毋是咧讲感觉，是咧讲责任。婚姻吼是一世人的代志，一定爱想好清楚，知无？我知啦，阿母，美娟吼是一个真好的查甫囡仔呢。假使我若正经会当甲伊做阿某，我一定一世人吼，拢要对伊来负责任。而且吼，我毋若对美娟有责任呢，我对阿兄嘛有责任。你是讲责任哦？嘿啊，阿母，你敢阁会记？阿兄伫要离开的时阵啊，伊捌交我一张批呢。迄张批内底，阿兄就是交代我讲吼，爱好我代替伊来照顾美娟。志中啊，其实哦，阿母嘛鼓励你去追求美娟啦。也毋过吼，阿母爱提醒你哦，感情的代志吼是袂当勉强的啦，一定爱两个吼心甘情愿啦。假使讲吼，伊若一丝丝啊无愿意吼，到尾啊痛苦的是恁两个哦，知无？有一去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美娟，你现在要互恁阿爸带阿妹仔出去，你敢唔惊讲恁阿爸将阿妹仔当作是文英？你现在要带恁阿爸来遮？姨妈，阿爸坚持要来遮，我嘛无法度阻挡啊。伊坚持你就带伊来哦。你哪会无爱想看卖？恁阿爸甲恁淑珍阿姨真无简单，即马感情才较好啊尔。唔通讲为着安尼生吼，厝内面搁来起风波啦。阿母啊，你莫搁甲美娟骂啊啦！啊，伊就是总是人的时岁啊，嘛袂用去切到时代，伊安尼嘛算有效啊，对无？啊，建昌哦，
我想袂像我安尼啦。吼，你成年人，我真唔知影讲恁两兄弟啊，头壳内到底是对啥物物件，竟然会将一个18岁查某囡仔，甲当作讲是死去的文英。无啊，你头壳内到底是咧想啥？你啥物时阵才会当清醒啦？没事的哟，来，我们来行。哦，哎，阿爸，阿妈回来呀？免啦，阿妹啊，甲我扶就好啊。行好，坐坐哈。美官，你带阿妹仔去楼顶，姨妈有话要甲恁阿爸、甲恁阿伯讲。安尼，行，安尼好。哎，来。建昌，我看会出来，你是将阿妹啊当作是文英对无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？舞台